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，善始者不必善终。昔者伍子胥说听乎阖闾，故吴王远击之于郢。夫差服事也，自知吃夷而服之将。25。故吴王夫差不务，先论之可以立功，故臣子胥而不悔。子胥不早见主之不同量，故入疆而不改。26。夫免身权功，以明先王之基者，臣之上计也。礼毁入之非。27。堕先王之名者，臣之所大恐也。临不测之罪，以信为利者，亦之所不敢出也。臣闻古之君子，交绝不出恶声，忠臣之去也，不结其名。28。臣虽不佞，恕奉教于君子矣。恐是御者之亲左右之说，而不察疏远之行也，故敢以书报。为君之留意焉。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《战国策》。臣不才，不能秉承先王的教导，来顺从您的心意，恐怕触犯死罪。